在中秋连假暗时，台南经济景点甚至是街仔路，都有民众伫咧放烟火。着两个民众摕两支大机呢，即改造烟火炮啊呢，伫咧车路顶头乱放，实在是真危险。环保局表示讲，会对这民众开罚单。影片中两个人摕着箱仔点火，炮仔亲像机关枪共款连续喷火，若是无小心喷到民众，人可能会着伤。这是发生伫南市安南区中秋连假期间，有民众摕着改造烟火炮，就伫街仔路黑白乱射，附近民众拢感觉真危险，认为无应该伫路边黑白放。其实我觉得蛮危险的，因为它刚好又在大马路边，那可能如果有人经过的话，不小心可能也会有受伤的疑虑，很危险啊！如果有车骑过去的话，造成用路人的困扰。民众黑白放改造烟火炮仔影片，互人翕起来，环保局嘛接到通报，确定会以空污法来处罚新台票2200块以上10万块以下罚款。若敢有违反测音管制法，也搁爱调查。影片实证可以证明它明显有粒状污染物行为，所以以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第1项规定。那后续呢，我们将会依检举人所检举的相关的影片资料来查证，如确认行为人之后，我们将依法告发处分。其实中秋连假这3天，环保局组成专栏小组到各地区巡逻，拢总开出10张罚单，甲321张劝导单。环保局指出，依照测音管制法，除了春节、元宵特殊节日以外，任何日节下暗10点到过长工透早7点，拢袂使放烟火。刷落来，阁有国庆连假，环保局嘛呼吁民众过节嘛要有公德心，莫黑白放炮仔，避免受罚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朝阳台南报道。